整体角度，迄个思维会慢慢改变，咱的心会愈来愈活泼、愈长远，咱会愈来愈理性，咱的幸福会愈来愈敦厚。迄个敦厚叫做热心，安尼地位就产生啊。过来就是礼节，礼节就是守基分、存基位啊，守本分啊。伫咱的胃内底徛好势，这个部分者，人的心是以自我为中心的。咱人的心的本质人心是自我为中心，以自我为中心的哦。所以今仔日咱若无今仔日爱经过训练，才会当主导着自我的意识。咱爱经过训练，爱家己的心。所以咱的心要训练无迄个训练叫做克己护礼，一定爱克制，一定爱训练的。所以一定爱训练的，咱爱经过训练了后，咱才会当主导我自我的意识。自我为中心的意识才会改变。所以若以自我为中心，迄个叫做异性；若以大我为中心，毋是以自我为中心，以大我为中心，迄个叫做意义。以自我为中心叫做意